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各位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我们的老祖先啊，是才有智慧呢，为利用我们身边的香草啦，也一个民俗植物来保护自家、维持自家的健康。今日我们就要来收集一个贵特别的植物咯，是乜嘅植物呢？按照补强的，唔知大家有看过，也讲听过，甚至于用过呢？一个补强的到底有乜嘅功能，还有地背有乜嘅故事？今日我们都专门请到睇研究其他嘅专家，好好来同大家收集一下哦。马上就来分享我们国父精油嘅钟伟正钟大哥。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伟正，今天我哋嘅钟补强嘅。哇，欢迎钟大哥来到节目底边。钟大哥，唔讲唔自家睇种一个头头我讲嘅补强嘅一个植物嘛？唔系本地系哪只边人？唔睇哪种一个补强嘅啊？哦，我算你补强董事村人，新董事人啊。我在更加睇研究嘅，更加讲太火沙气，头摆人讲土壤严重嘅。你提起一个种头地边种一个补强嘅，更加种嘅，我能讲面积也讲范围有大嘅啊。更加头摆一开始种嘅时，种农作物嘅概念，如讲面积，那么一开始时我咪去种一本田差不多种100头左右，那么呢，更加呢已经可以变得讲一本田可以种到600头，你讲到一个补强嘅啊，算之前喺用版同其他盐分结下来嘅咯，因为佢係算民俗植物呢，佢唔係人哋講嘅經濟植物。看也到我哋呢副種地背啊，也講太火種嗰邊，韓國去全部嚟種強嘅角度，用咩想到去專門係種一個補強嘅嗰種嚟講？種補強嘅應該而且講起講係1996年嗰時，我哋排位4年嘅小朋友因為寒天嗰時出業畢業，問到講當時講後生嘅嘛，我哋想法都講加一本醫生看，但是阿婆都講。看啊，都講，唔咩呢？你也要入畢業有冇用嘅補強嘅寫啊都好嘅。嗰時我同阿婆去一下家人去問嘅時候講，乃是嚟要補強嘅，我哋採嘅回來，然後煮啊，嗰個都問嘅啊，本身嘅寫成。當時睇嘅呢，阿婆都嚟講，也留到個儲泡嘅可以繼續回來帶回去種，你白用多些都有。看睇下是嚟一頭補強嘅也，要本人殘血，所以好不明啊，真係本人殘血，所以也為當時嘅時都記一下頭嘅時都帶過去田球嘅種，如按嚟開始都結，如幾時節頭排位度，指人哋小朋友佢一個講唔爽快嘅部分，但認識一個補強嘅植物。你哋講，因為當時寒天嘛，雖然咧保暖嗰度，作個上鋪嗰度要保暖嘛，嗰陣都變咧講會有濕疹嘅問題緊張，嗰陣啲細啊都好嘅，阿哥都有幾頭都帶過去種，幾光啦，都帶過去插枝啦，後邊面當然都2001年嘅時節，都因為參與社區營造，我不時把我談到安尼有關補強嘅事情，當然都天天嚟記錄啦。到2008年過後嘅時節，都問到講，入補強嘅個差唔會差應該可以嘅可以思考嚟發展。當時也唔知啦，你講好不明嘅狀況，那啲講問嘅也提起種下去嘅時，用嚟去採種啦。問嘅插枝啦，喺度吃種，滅咗幾年咧，但是也唔咩嘅，我本面種下去天天咧，有幾條生嘅，嗰時都開始都能開始做補強嘅，再去研究也嘅資料，熟悉我哋講嘅老人家知識，對補強嘅頭擺運用嘅方式，能開始天天嚟多見下咧，原來係安尼。你有個補強嘅，總體講嘅想請教下，頭先我哋有講到補強嘅係利用其他嘅樹泡有個光嘅部分嚟做利用嘛。你佢到底算草本嘅呢？也係講一個樹頭一大頭嘅安尼，可以同大家紹介下補強嘅到底係乜嘅植物好冇？補強嘅嘢就當睇一個嘅植物嘅分類地步嚟講，它是屬於灌木類。如果嗰度我上嗰度話怕，我上嗰度話怕無參一般咧，譬如講有咩
桃花心木啦，桃花心木啦，一就一路安尼一期出上去。因为伊可以产嗰度花泡出来。嗰陣人哋要講分類都提講灌木。那當時灌木嘅個係安尼，因為我冇開始都冇經驗。嗰陣因為講家呢睇頭嗰時應該可以去採樹葉嘅，光拍有嘅。嗰陣一開始嗰時，我記得印象中記錄嘅上係採樹嘅時節連，我哋講咧也會光樹幹，採樹下來時。稱下來講有2噸，哇！但是一結油嗰時，咱結多幫佢啊，不到100畝。安尼一個效率個差個太呢？應該嚟講，因為當時嗰時有冇我哋睇講嗰時都，當然都睇學習嘅期間嘛，你講葉嘅部分咱油，其實光根本冇。古在學本面都睇到我前面講你講。我頭班我一本田種100頭，但是呢，學本明白講，我光唔是光啊，我人葉都好嘅啊，所以變嚟講，咱會個密集去種嘅話嚟原因。個大部分利用係葉嘅部分。錯。所以更加要睇密集嘅種植嘅過程地步，如果我人採樹葉嘅，安尼時節有無共用嘅，行向無共用，另外一啲技術面嘅部分咧，安尼。你有個補強嘅啊，係其實嘅真實嘅名稱嘛？因為客家人咧，明白攏講補強嘅嘛。行堂哥講佢方言名嘅有乜嘅黃金啊，又係講浦江呀度，到底佢有哪度嘅名嘅呢？個奇妙啦，每啲族群有每啲族群嘅稱呼啦。我哋講話，多主持人講都講，補強嘅有浦江，浦江其實係用河洛話去搬過來嘅，閩南話都講無橋啊，客家講補強嘅名，但是呢，家陣像嘅問啊平埔族嘅話，馬卡道族嘅話，你講問啊講輪輪，喺無講加輪輪，按咱排灣族嘅話，伊都可以講問啊講留到嘅，因為排灣族睇嘅屏東嘅話，有北中南，入北中南嘅時候，伊講嘅話話咧，將留到嘅。但唔知講也係中排灣啊，還是北排灣講嘅？如果連啦，都有個稱呼，都對講有補強嘅稱呼。那另外呢，就係讀到來呢幾篇嘅原住民朋友都講，也有按落利潤啦。估計呢種嘅言很雷同，入面嘅族群當然有也會族群咧，我哋講嘅稱呼。但是呢，日本時代嘅時候，日本政府如果我哋改好堂嘅名叫做台灣穗花母金，穗如稻穗嘅穗，母如母嘅乜嘢啊？牡丹花母，嗰陣我哋會按台灣布金嘅原因講，因為伊本身咧佢有成分個特別，嗰陣布金都用我哋講嘅用漢人喺400年前嚟到台灣嘅時候，都有個稱呼嘅稱呼，不管用布金啊。補強嘅，補強啊，補強嘅，也會用到講補強嘅樣嘅，係。嗰陣咱們講書寫嘅時候，變咧文字嘅時候都寫補強嘅，安尼。嗰時候講佢補強嘅係人客家地方專有嘅個名，稱呼。但係其他嘅族群地方有其他嘅名嘅。一種稱呼佢係單獨一種，像台灣有，也係講佢有無共樣嘅品種，像一類有無共樣嘅品種，喺台灣啊，也係講其他地方都有。其實補強嘅伊過去很多隸屬在馬鞭草科，但是也60年來改唇形花科，所以也都在馬個科度冇要緊，但是從點嚟講，它是很多母金屬母因為我哋講嘅植物嘅分類有冇界門當木科屬種，有嗰種種。那按你狀況就係，其實補強嘅喺中國大陸、台灣、印度。其他國家，嗰熱帶國家一定都有。但是台灣嘅補強嘅，伊係我哋講嘅菜地嘅。嗰個菜地嘅部分嘅時候，因為也有土地，也有氣候，也有各方面嘅我哋講嘅環境，都同其他地方冇同樣。嗰個生產出來，也有成本一定會冇同樣。
安尼。哦，嗰所講我哋台灣咧，將適合我哋一個氣候、一個環境吼，適合我哋自家用嘅，其他可能冇像我哋台灣自家本地產咧，按適合，錯冇？我哋按你理解錯冇？補充啦，如講其實伊連個片咧生產出來不講有安尼秘密，但是伊也要成分可能都同台灣都無共樣。哦。係，都無共樣，係，也個東西係睇下些差別咧，睇好不面，可能屬性有共樣，但是問題都講，伊也個成分，它的成分一定會無共樣，係。有個對人哋使用者來講，可能還冇分到研究，因為佢係研究者啦，也講生產者才會注意得到，因為佢個成分地會差，可能差一些是唔會差過太量錯冇。也可以按嚟講，但是吼，也成分嘅差別，你採購比來嘅發展都無同樣嘅。哦，做化妝品咧，做精油嘅嗰種嘅都無同樣嘅。你好不面都發展出來嘅後續嘅產品那些，一定都會無同樣嘛。因為也會成分睇下是嚟嘛。古在也會成分睇下，古在唔會量嘅都無法度講去做相同嘅產品嘛。你話咧，你講。安尼講嘅茶樣嘅基理吼，茶樣嘅唔係煲茶同唔係蕎茶，也要用途都無共樣嘅。你話安尼意思。安尼，安尼狀態個有個不講嘅啊，談開來吼，睇人哋田橋順啊，有一講火鳳吼順後攏看得到頭擺嘛吼。啊，幾多都係算平地嘅植物，也係講都高山當個也看得到。以現今目前嘅人台灣嘅緯度來講吼，係所啲講係新竹以南，哦。都把連嘅乜嘅呀瑞穗呀部分，你還有要嘅補強嘅，嗰所以其實只不過量見嚟見少，最多嘅問題屏東，你睇乜嘅呀鳳山以南，鳳崗，而家你講屏東嘅鳳崗都現存嘅片都最多嘅，所以咧熱帶植物都錯嘅，係可以講係應該講亞熱帶，因為畢竟從新竹嘅片環境。錯。嗰時候講嗰時候呢地方個氣氛啦，哦，觀眾朋友，原來不講係按呢一種特別嘅氣氛呢，睇喺地杯有乜嘅成分對人哋健康有乜嘅幫助呢？冇就可以CB3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上一台人哋了解講，狀態個同樣嘅補強嘅其實嘅鹽分係用乜結下來嘅，但係種補強嘅一件事情到底係簡單也係困難咧，人哋嚟請教一下狀態個吧。狀態個啊，頭先有講頭擺剛開始喺度嘅時間，一分田吼種100條嘅補強嘅，啊嗰時間你這個路卡有田，代表講你這個對一個耕田一件事情應該係熟悉嘅嘛，錯冇熟悉咧？你喺種嘅時間補強嘅到底好種也係唔好種啊？種補強嘅同一般嘅耕田吼，無乜嘅共樣啦。所以無乜嘅共樣，你講過去我哋咧種農作物嘅做法，特別用慣性，慣性式嘅操作，撒藥嘅啦，喺無好方面當然更加發展都講有機嘅咪吼。但因為種補強嘅也要植物最重要，如果也要田間管理。因為頭先前面有講起講，因為我哋菜樹係菜樹也壓嘅，故所以睇下嘅田間管理嘅疏神管理係最重要嘅一個動作。因為睇下好不面加工嘅時間，而牽涉到壓嘅品質嘅問題，故所以壓問題嘅菜樹係最重要嘅，故所以田間管理嘅部分都最重要嘅，安尼講好咧，因為唔能種補強嘅吼，係密集式嘅方式，頭頭狀態個有講嘛。安尼密集式嚟講，我哋攏佇一般嘅密集式耕種最大嘅問題係講，假使講叫병蟲開發，一下都鹽都耐落去。啊，補強嘅佢本身會有哪種嘅병蟲開？一般來講，更加我拄多路人講嘅上架，就是蚜蟲。但是問題也會量清晰。因為樣講啊，我哋這個種補強嘅密集式嗰些，因為考量到菜樹葉嘅個品質嘅問題嗰些，一段時間就我哋會同葉嘅全部種菜樹喺度。故所以蚜蟲如果成長嘅環境都幫我哋破壞喺度，再加上你講，因為我哋喺按度蚜蟲嘅，乜嘢都蚜蟲嘅呀。荷塘嗰些你講草生栽培，你講
旁边还有杂草啦，吼，有诶毛诶。按问题对也按好谈，按草生栽培，对我来讲，迄讲野生诶，你讲诶，天生天养诶啦。古在按你讲也还好谈啦，吼，天生天养诶啦。古在，但是无啦，还是把因为更加气候的变迁吼，更麻烦。毛水迄些都毛水，落雨迄些都落多猛呀，那有搭水吼，变得有水在。古在铁灶的时候，可能要淹水啦，吼，安尼管理啦，还是难免要有淹水啦。皮料的话，其实我哋一切都冇用皮料，古在我哋咧草全部用机械，就是除草的时候冇都当作也会养分。安尼补强的唔条都讲啊，几项的淹水嘛，其到底需要的水，迄多的也算少的喏。其实补强的水也是唔得铁多，古在以种的土壤吼。因为有时候要看一下，刘台湾人讲头摆湿磨的田，叫做来种补强的话，路比较不适合，因为铁石的话，伊可能会死的。按铁灶的话，变成讲补水。古早人讲的河坝梯啊，人讲三角梯啊，迄条路够适合来种补强的。哦，安尼总体讲，自家喺田球地方，安尼用自然农法的耕种方式，地方的生态应该quite丰富吧？嗰度虫的啦，也讲小动物嗰种的有冇？嘿，从因为过去吼，我哋开始喺种的时候，树的态头要开拔，像更加要去开拔，开拔时要嗰度防的来采灭，因为也要虫的部分、条的部分要嗰度。古早喺地方北间有沙果啦，嘛个条的啦，留条嘅种瓢虫啦，嗰条路看得到嘿。安尼人补强的吼，其自家对人体健康都有帮助的成分有哪条啊？既然佢人会特别来种，来利用的话，佢到底有哪条都有健康成分的部分？因为伊补强的成分，更加来研究讲，伊也要成分最主要有阿巴派西。香块烯，氨叶醇，个个贝塔石毒烯，也要愈创木烯，个个还有倍半萜醇，个个另外以植物底杯，补强的底杯咧植物很多母曲素，透过我哋咧加工，蒸馏的时候，伊专门咧变咧一个成分很多玉，东西也就。反正讲嘅天然的成分主要啦吼，当然你后边买过多种啦，只不过它的含量过大啦吼。古在都没有纳入嘅我哋主要成分底本。睇下底本咯，伊也有成分咧，第一个对呼吸道会有帮助，舒缓你的呼吸道的问题。留到咧对皮肤，最主要对皮肤嘅手痒的部分会有效果。也部分係體育嘅提下是嚟啦。也個部分也條成分係提煉出來之後，將會個有效嘛？係個你平時你自家喺工作行喺田球地步嘅時候，其實就有嗰種人講小米，就像人去個香草植物園咁樣，行過去就有個小米，就有嗰種本人個放鬆啦，也講個舒服嘅嗰種感受啊。有本身伊這個因為密集種嘅時候。葉尾同葉尾，因為碰落嗰時，睇個摩擦嗰時，如果批到18嗰種小米。但是嗰種嘅小米，我哋講嘅，以嗅覺敏感來講嘅話，可能係千萬分之一。批到嘅米絲可能係千萬分之一，我哋講嗅覺敏感。那唔家陣萃取出來精油嗰時，可能都變成10萬分之一，甚至你講1000分之一，安尼你會覺得。一米絲嗰陣改作用嘅，所以也地杯嘅嘅米絲嘅部分有冇還有個地杯講，你萃取出來時，唔會發現講，伊地杯有另外米絲，有喇叭嘅米絲，有強臭茶米絲，有3種，3種啊其實唔係3種都有啦，係每個人嘅嗅覺感官。冇共用，批到嘅有強臭茶米絲，強臭嘅米絲，有喇叭嘅米絲，有另外嘅米絲，係啱嘅。按嚟哦，按啲批，批到嘅喇叭嘅，批到嘅就另個，佢可能有批到嘅，批到嘅話，可能都批到乜嘅啊？也有強臭茶米絲。真是講是個有機會去真嚟試看下先。按你同睇個條都唔要講嘛，也嘅做係補強嘅錯嘛？係，也補強嘅。按你看嚟，
同一般的人哋看到嘅super啦，嗰條親像啊，佢一個態勢都係可以利用最好利用嘅部分嚟，錯冇？一個入嘅態勢。更加冇，因為入嘅吼，喺我採收過後留低嘅部分嘅樹嘅有冇？大概就睇長嘅時間，所以我都剪下來。有個算乾嫩嘅部分。係乾嫩嘅部分咧，嗰種利用嘅時間，還可以利用嘅行一半佢個大一些。係個大一些，係。哦。其實真係個沉一些。其實安尼都做插法也幾好看咧。唔過吼，有啲問題都講，伊剪下來時，伊辦插法佢夾到壞掉嘅。哦。係。哦，佢算佢夾到壞掉係咧，依種類型嘅。安尼，仲睇過，佢可以利用嘅成分條都有佢同大家紹介嘅嘛。啊，啲到底利用嘅部分可以做哪啲嘅產品？像原本你帶過來，我請認識講嘅重點，哦。嘅泰國咧，可能係精油嘛，精油要按泰國嘅嘛，都好好同人哋紹介一下，我唔好自己亂談，先財團，就同人哋紹介下，基本你帶過來，佢可以利用嘅產品有哪啲嘅？講起萃取嘅時候，你講精油同純露嘛，精油加陣我加啲化妝品嘅時節，我講起有嘅我美白啦，安尼功效，要化妝品嘅廣告會講安尼問題嘛，如果講牙問題。還是講喺藥品裡邊，在藥品裡面，如果它講究，可能說，比如說治咳嗽啦，治頭痛啦，當然呢，那就是藥品的部分。那精油可以去往這個方向去發展。好，那純露呢？純露嘅話，一般來講可以用到點嚟，比如講糖水，然後呢，像比如講加到有嘅熏香機，可以用淨化空氣。那接下來呢？伊還可以去做泡澡，可以加到比講生意嚟講嚟講咧因為我小朋友因為濕疹，濕疹乜嘢啊，用不良嘅注水，但是更加是佢少嘅，我這邊講可以純露加到水裡邊，讓它泡澡，都可以去處理有關嘅濕疹嘅問題。那再下來嚟講，有純露，比如講我要去做其他嘅化妝品。含有水分的，需要加水的，它可以用純露去替代。所以純露同精油伊嘅運用嘅方面係睇下先嘅。嗰所講簡單來講，我自家理解都講，精油嘅部分，佢除了直接使用之外，佢還可以去延伸，去做其他嘅加工。純露來講，純露都可以個簡單嘅生活中，直接可以來利用，愛糖水啦，又係講愛茶啦，愛泡啦，全部都可以。但係咧，還係建議大家外用就好嘅，因為實在時間某一天，我哋有乜嘅過敏反應，也講佢喺做嘅時間有乜嘅我哋冇注意到嘅部分也最好還係外用都好嘅。係啊。觀眾朋友，保養嘅唔管按好嘅一種食物，唔過佢除了按嚟利用之外，還有哪啲嘅規劃，又係講利用嘅方式。我哋休息一下，繼續再嚟同大家講。前面總大哥同我哋分享，佢喺樣板開始來種有嘅保養嘅，甚至於講，天天咧來利用有嘅保養嘅生產精油啦，又係講純露。唔過安尼有兩種精油同純露，假使講我哋買到嘅，我哋按樣板去，提供有嘅純露同精油，佢係品質好嘅呢？總大哥，我哋難得買到按好嘅有嘅保養嘅做出來嘅精油，又係講純露嘅部分，我哋民眾啦，又係講我哋自家本身，按樣板去了解講有乜嘅品質嘅保證冇？就像我哋一般買到嘅油，佢可能會有乜嘅標章啦，又係講判斷嘅標準嘛。按我哋精油有冇？目前喺市面上我哋台灣保養嘅生產嘅精油同純露只有我同合作社。有嘅合作社喺乜嘅林業局自然保育署屏東分署嗰邊屏科大嘅侯伯倫教授嚟推動有嘅山村綠色經濟嘅發展計劃。成立啲合作社，有嘅合作社呢，都係邊度確保有嘅原料嘅來源，原料來源除了講合法以外，那相對對品質都有保證嘅，也部分係睇下先嘅。原來安尼，就係講對，也係講有嘅組織出來嘅有嘅精油同純露，就係有品質保證嘅，因為搶人哋做有嘅推廣嘛。安尼仲係講。
有人看到种诶唔会查，推广也个纯露啦、精油的部分，感觉个也个不良的食材可以哦。有人同好嘅去种冇？目前还无呢。系哦，因为我们台湾有啲个尤其南部啦对呀所谓嘅神山过去嘅遐呢，采树嘛嘅，种嘛嘅，采树嘛嘅，可以马上可以完全。故所以爱去做经过加工，再过去包装，再去做市场去销售嘅时，贩售嘅时，我们后生嘅贵少参与嘛，故所以也部分有个无人去参与也会补强嘅。故所以目前来讲，也会专业嘅生产到萃取，到加工也会部分嘅些，其实当然同合作社也部分嘅。毋过糖烘咧，因为佢像也个不强嘅，佢行去加工嘛。安尼糖烘咧，像人更加可也系强用嘅呀，生产起咧，那个可因为去加工之后，变做靠起嚟再去推广嘛。迄唔咩人可以参考可一个经验去推广一个不强嘅。毕竟也係兩種不同嘅作物。第一點嚟講，巧克力伊係拿來食嘅，也係拿來用嘅。拿來用以外呢，伊還可以，即係講，我哋更加生產出來嘅可以馬上賣。比如講，賣精油，賣純露，也都可以喺市場上去賣銷售。但是，今日也兩項東西對我嚟講係產品。但是今日對化妝品公司或者對藥品公司，可能你會買嘅顏料。故在安尼狀況之下是相對也同巧克力嘅部分差別嘅睇下是嘅。第一個，我也還可以往後延續。第二個，在延續講也會產品可不咪嘅發展性，故在也發展性會過發，係睇下是嘅。我知嘅，安尼糖烘咧其實同可可無毛叫我講，可可加工之後，烤起嚟可能利用嘅方式，也係講輸分養嘅長度過多，因為人家大家要生嘛，過多。唔過不強嘅佢生產出來，利用一個精油、一個純露嘅部分，可能直接利用人個時候，等到變咗本一個大企業嚟講來做原料嘅部分，其實夠理想，但係本企業嚟做一啲加工，有一啲問題，更加產量又都安泰冇，係咪？係，更加嗰陣都同你講，因為環保署一定要推動也係，因為產量方嗰度補強嘅，嗰陣嗰度補強嘅狀況之下是相對嘅問題嚟講，係需要有人採數，嗰陣有個成立合作社，好多人叫做人哋培養啦，協調啦，整合一條。所有嘅生產者一些可以去做一條事情，故所以未來人料能有發發。當然，我哋未來還是會遇到一些問題，像比如講，希望農業部同也會補強嘅啦。其實唔單止補強嘅呢，還有月頭啦，一條嘅出物，一條都全部採地本土嘅香草出物，可以納入所謂嘅原料溯源，也會。編定項目地步去。如果講人哋用嘅一道東西可以去溯源編碼呢，人哋提供消費者愛簽，一個慢年生產呢，佢喺某個時間生產出來，將有一個品質的保證。咁唔會搶聽人講人哋搶一個組織，也講慢年工嘅，會變成是一種信任的方式啦。你有個採樹，條都談到仲喺個分享過，更加搶合作社，然後搶人去採樹。應該算人工採收，咁冇機械化嘅方式吧？因為畢竟係山當行啊，所以也為環保署現在推動所謂的森林副產品。因為而家森林副產品嘅時節，如果很多國產非木質產業嘅發展，推動所謂的非木質，如果因唔要去採樹，也會像人講嘅，以採樹乜嘅檜木啦、肖楠啦，還是乜嘅啊，就會其他樹木嘛，鹽嘅，而且咱採樹也亞嘅部分，故所以亞嘅部分有冇屬於按照非木質嘅部分，故所以我哋講森林副產品，有啲就屬於森林的副產品。故所以講，人不講嘅，我本期有啲經濟嘅規模嚟講，佢還有幾長嘅一條路去天天嚟行嘅。錯㗎，因為如頭到之前所講嘅問題樣啊，如講。家陣喺進入我哋咧國際市場嗰時，我哋面臨講國際貿易的規範，化妝品的原料來源那個
所谓的它的规范，那边所谓的安全认证，一条路啊一条路该长的路爱去行。但是更加现在来讲，对我哋台湾来讲，更加也不讲嘅也很多人喺市场上，这个我哋讲嘅有点是在试卖嗰種嘅感覺樣嘅。但係最主要係介紹本大家人熟悉，我哋採取本土嘅香草植物。其實它的功效唔會輸外國，唔會輸外國嘅一定嘅產品。但是重點咧，因為嗰多人唔熟悉也嘅本土嘅香草植物。其實就一個放鬆嘅感覺啦，甘肅有一種香味來講，佢唔會屬攞杯太規模生產嘅一種什麼薰衣草啦，嗰種嘅精油，等到講佢有個碳足跡，含另外一個進口嘅，含個少，含個環保，當係更加推廣嘅方式來講，可能含喺對試驗階段，本身家提講，可能有不強嘅一個成分，但係呢還有其他功能，有一個產品含喺天天嘅研究，講到一個產品，除了精油同純露之外，仍然還有飼養推進用品相關的產品。目前因為我哋喺推廣高產地杯大家要嘛提講其實我哋講安度，變得其實消費者接觸嘅不見得有安度，故所以我哋透過體驗，比如講做乳液、做沐浴露，必然去體驗講，也東西好啊唔好，故所以睇下位高產地杯，也體驗嘅高產地杯如係。本消費者更加認識我哋採取嘅一種嘅植物。仲有一個，人講有做乳液，有做沐浴露嗰度，用埋冇做飯店咯。印象地度嗰度嘅一種芳香植物，大家除了做前面講到嘅之外，最多人做嘅都做一個手工嘅飯店啦，有不同的造型啊，也有可以本攤人設置可以去做體驗。喺美記有乜嘅條件，冇法度好做手工肥皂，行喺個還冇上到嘅便宜。我按嚟講啦，如果因為更加睇做，因為當然嚟講體驗嘛，體驗那些因為個陣啊做手工皂嘅話，可能今日做，我等2個月過後，咱可以拿到入嘅成品。但是我哋消費者一般如果朋友嘅不同嘅些，還是體驗嘅時間，有嘅時間過短，所以冇可能睇下等講2個月我哋拿到成品。也係啦，家陣講唔單純家陣講愛去。做手工皂嚟賣嘅吧，當然又有另外一啲我哋講嘅法規嘅要去遵照有嘅法規規範啦。所以也部分係我哋目前對手工皂部分暫時還冇去思考。如果我哋講因為我體驗嘛，我體驗亦聽到人講嘅。唔見交嚟體驗，馬上都可以拿得到，都馬上可以拿到，係也都最佳嘅方式嘅，也嘅都冇想到。你假使講人愛體驗嘅話，我有一天嘅人數真可以體驗，去前體驗咧，也係講去前哪度嘅地方可以報名。其實也有體驗一般來講，我哋都過去我哋喺推動嘅時候，這個推展嘅時候以社團嘛，那當然天天嚟接得下來，今年我哋講嘅第2季如果6月嘅過後，反正可以，如果可以用預約的方式，來參與下嘅體驗嘅活動啊！我所講，上面去請人嘅工作室，有個國父精油之後，去詢問講，人我嚟體驗，用哪條嘅聯絡嘅方式，人運用嘅用品，人會配合人下去做調整，這樣同佢講，好冇？你假使講啊，有後生嘅真是更加幾多人嘅家鄉，想我嚟加入一個產業地步，有乜嘅？建議可以幫佢哋冇，做嚟講，作為咧先行者嘅角度嚟講，假使後生嘅愛參與入嘅精油產業，家陣係尤其本土嘅，一種嘅參與生產本土嘅香草植物或是藥用植物嗰些，伊可能愛去考慮質價嘅條件，伊要專業嘅生產原料。還是唔愛去做加工，即係講原料好了，嚟去萃取去加工。還是講嚟第三方都講，嚟拿到一精油，拿到一純露嘅時候，嚟可以去做創意加工。都同我嚟講樣嘅，精油同純露伊可能係商品，但是同時也係原料，所以一種嘅思考，特別運作嘅方式都冇咁樣嘅。當然看伊自身的條件去看講
用呢会够适合他啦。这个先面清楚诶，这样跳下来，莫跳你了之后再发现到个皮肤哦，还有暗道的红纹。所以思考好，但是还是个重点，唔可以行通啦。安尼些都抢加油的哦。哦，我抢加油的。係啦，人哋有不強，人哋都唔會強嘅啦。哇，觀眾朋友，咁你總體講可能小嘅有個暗號嘅詞彙，不強嘅大家有認識冇呢？其實大家假使講有想法，可以天天嚟接受有個不強嘅，哦，有個特別嘅詞彙咯，你看可以試可以用，甚至於講大家可以綜合睇自家錄卡喎，哦，假使講你大家有閒嘅話，可以嚟請總體講，人哋好好嚟再嚟認識不強嘅有個民俗詞彙。哦，再一次感謝我哋總太哥給我哋帶來安青菜故事同小嘅暗號嘅詞彙，多謝我。感謝哦，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吼，不強嘅歡迎大家人來參與體驗哦，有不強嘅哦，都唔會強嘅係，有不精就不精係。我唔錯個觀眾朋友，坐到更加有個嘅上音樂咧，家空來聽頓先生來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氣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